哦，那你找到嘞，把他们宰了多呢？有人。我操！这年轻人，这胆也太大了！把他给击杀了，知道啊？杀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至少将俺牛呢，将也送闹了那个。对呀，真也有汗，叫那芝麻人给抹了哈。哎，老大好呢？老大好不打娘的老姑娘了嘛？哦，你要打呢？口死啊！好。把他拿头给不被一的嘎到成人了。这不呢？轮头把头拿个牛我给。家来了，我要慢慢查被一的嘎哈。犊子了！我太轮几波个。咦，到真的了，多轮几把卡的干嘛？跟着孙子，一天不再也多了。搞子不够正装的那个。搞正个讲骨干，着孙子。你这个要不？扎西个正装的。哦，日子搞多了，大正我都上当车搞得多了那怎样的呢？六大正那着，好啦，好。老板的那个好。好了。一个的，二个的，我讲这话啦，对的嘛。搞火锅啊，贵的。哦，好那也对没好那嘞，多一个的，二个的。哎，犊子了！